父親欠債連累明星女，容祖兒要同生父割席。官恩娜父親官有權，俾人喺油尖旺鬧市廣貼大字報唱衰。其實圈中有唔少女明星因為老豆爭人債或者生意失敗就被貼大字報，影響聲譽嘅。先講舊年，天后容祖兒嘅老豆容錦輝，因為被人喺容祖兒所住嘅跑馬地張貼大字報，令到同老豆好多年冇聯絡嘅祖兒都被牽連埋。最後要由祖兒經理人 Manny 代祖兒出聲，就話以後容爸爸發生嘅任何事都同祖兒無關啊。至於柏芝嘅老豆張仁勇，即係胡鬚勇，喺前年亦都俾人喺灣仔中環一帶掛起大橫額，追佢還債200萬。事後柏芝又無辜被拖落水啦。6年前薛凱琪嘅老豆亦都被爆出先有7次被起訴追債，當中包括咗有按揭啦、租金啦、律師費等等。Fiona 仲要代父澄清老豆已經還清債啦。而大台姐仔李思華同埋歌手吳雨霏本身出身喺富貴家庭，但都因為老豆生意出咗問題同埋欠債嘅問題，連累到外女無辜被拖落水咯。FacePop 一開即寒，猛片如雲，韓料最強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